我們自因神稱義，就借着我們嘅基督得與上帝相和。我們又借着佢，因神得更於而家所讚的這恩典中，並且歡歡喜喜盼望上帝嘅榮耀。唔單如此，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嘅，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練，老練生盼望，盼望不至於羞恥。因為所賜嘅我們嘅聖靈，將上帝嘅愛澆灌在我們心裏。因我們還軟弱嘅時候，基督就按所定嘅律例為罪人死，為義人死是少有嘅，為人死或者有揀咗嘅。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嘅時候為我們死，上帝嘅愛就在此將我們顯明了。而家我們只靠住佢嘅主稱義，就更要借着佢免去上帝嘅憤怒。因為我們作仇敵嘅時候，且借着上帝嘅兒子嘅死，得以與上帝和好。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佢嘅心得救了。唔單如此，我們只借着我們主耶穌基督得與上帝和好，也就借着佢與上帝為樂。這救與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從罪來嘅，於是死就臨到眾人，因為眾人都犯了罪。冇律法之前，罪已經在世上，但冇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然而從亞當到摩西，死就作了王，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嘅，也在佢嘅權下。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人嘅預證。只是過犯不如恩慈，若因一人嘅過犯，眾人都死了，何況上帝嘅恩典與那因耶穌基督一人恩典中嘅賞賜，豈不更加倍嘅領導眾人嗎？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慈。原來審判是由一人而定罪，恩慈乃是由許多過犯而稱義。若因一人的過犯，死就因這一人作了王，何況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賜之義嘅，豈不更要因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嗎？如此說來，因一次嘅過犯，眾人都被定罪；就因一次嘅義行，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。因一人嘅悖逆，眾人成為罪人；就因一人嘅順從，眾人也成為義了。律法本是外添嘅，就過犯顯多；只是罪在哪裏顯多，恩典就更顯多了。舊與罪作王叫人死，就因恩典也借着義作王，叫人因我們嘅主耶穌基督得永生。這樣怎麼說呢？我們可以人在罪中，就恩典顯多嗎？斷乎唔可。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，豈可人在罪中活着呢？豈唔知我們這受洗歸於基督耶穌的人，是受洗歸於佢嘅死嗎？所以我們借着洗禮歸於死，和佢一同埋葬，原是照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嘅認識，像基督借着父嘅榮耀從死裏復活一樣。我們若在佢死嘅行傳上與佢聯合，也要在佢復活嘅行傳上與佢聯合。因為知道我們嘅舊人和佢同釘十字架，是罪身滅絕，叫我們不再作罪嘅奴僕。因為已死嘅人是脫離了罪。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，就神必與佢同活。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裏復活，就唔再死，死也唔再作佢嘅主了。佢死是淨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，佢活是淨上帝活着。這樣你們淨罪也當看自己是死嘅，淨上帝在基督耶穌裏，卻當看自己是活嘅。所以不要用罪在你們必死嘅身上作王，
使你們順從身子嘅私慾，也不要將你們嘅肢體獻給罪作不義嘅器具，都要將從死裏復活嘅人，將自己獻給上帝，並將肢體作義嘅器具獻給上帝。罪必不能作你們嘅主，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這可怎麼樣呢？我們在恩典之下，唔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嗎？斷乎唔可。豈不曉得你們獻上自己作奴僕，順從誰，就作誰嘅奴僕嗎？或作罪嘅奴僕，以至於死；或作順命嘅奴僕，以致稱義。感謝上帝，因為你們從前雖然作罪嘅奴僕，現今卻從心裏信服了所傳給你們道理嘅模範。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，就做了義嘅奴僕。我因你們肉體嘅軟弱，照着人嘅真話對你們說：你們從前這樣將肢體獻給不義不法作奴僕，以至於不法；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，以至於成聖。因為你們作罪之奴僕嘅時候，就唔被義所約束了。你們現今所看為羞恥嘅事，但義有什麼果子呢？那些事嘅結果就係死。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，做了上帝嘅奴僕，就有成聖嘅果子，那結果就係永生。因為罪嘅工價乃係死，唯有上帝嘅恩賜，在我們嘅主基督耶穌裏，乃是永生。